各位朋友啊，你敢知影这是啥个？我相信已经足侪朋友唔知影这个菜色生做啥款，这叫做川七。这是一个真健康嘛真好食的菜色，伊伫台湾的各地山岭还是山尾拢看有，但是你一定唔知影伊真好食吼。你伫餐厅看过，台湾的山尾遐水，但是你所唔知影这会当食。无，我做了都煮无够势啦。够汤饭我食。你都一定我搁对啊，搁对啊。其实台湾的山尾不只是看山、看日头出来，也是去看水墙。台湾的山尾有足侪丰富的资源，欢迎大家做伙来捌咱台湾这个都市。我会讲菜色，是因为伫咱的闽南语内底有足侪话是颠倒的词，亲像国语、华语讲山崩，但是伫咱台语讲崩山，就亲像菜色，国语讲蔬菜。咱台语讲菜色，华语讲心软，台语讲软心，就亲像华语讲鸡同，台语讲当机，华语讲寺庙，台语讲庙书，亲像尺寸，台语讲寸尺。各位朋友啊，你敢觉知影台语阁有真侪好耍的颠倒的词吗？这就是咱台湾话好耍趣味的所在。若是你知影，请你伫下骹甲我讲哦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，做伙来学台语。后摆咧来去山顶的时阵，咱嘛会当做伙来咱家的菜色，就会当摕转去厝里来加菜咯。会煮食的男性袂变歹，只会偷食；参与政治的男性袂变歹，只会贪污；学音乐的男性嘛袂变歹，只会食毒，无就食塑胶啦。我大烂。